垃圾场会有吗？哎呦，我的亲妹妹，好妹妹，这次我就全靠你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怎么样？是吧？没事，有点小事，来不了了。什么事儿啊？他能出什么事儿啊？就是有点小事，他来不了了。那个各位，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那个我自罚3杯啊。不好意思啊。You're dealing with trash? Yes. Oh, yeah, please help me find those accessories. Yes, I'd like to pay for you $300. Sorry, $500. 500. Okay. Wait a minute. 他要500，没关系，给他，只要能把配件拿回来，800都得给。Okay. Yeah, I will pay for you $500. No, it's 800 now. The trash is about to be burned down. Really? Are you sure? Oh, the trash was burned down. Oh, hold. Please help me find them, no matter what it costs. 别跟他说了，1000，给他1000。Okay. I will pay for you $1,000. It's fine as long as you fund it. Okay, no problem. Okay. Thank you. Please, thank you. Okay. I call you back. 哇，1000啊！1000就1000吧，能把配件拿回来就不错了。$1,000. OK, deal. Thank you. 利息怎么样啊？哎，几乎全都销毁了，只给我找到了1个。$1000就找到1个，我的天！那这机器人用什么呀？那怎么办啊？想办法复制呗。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没事儿，别跟我装了，你这表情一看就看出来了，赶紧说，这没人。我来美国，有人托我进一批尖端的电子产品。哎呀，林夕好不容易说服对方买了一批报废的电子产品，没有配件就没法用。哪款电子产品？这猪皮什么，就这玩意儿。我一呢是想林夕赚点钱，二呢，我也为国内的代工厂做点贡献呗。你别告诉林夕，这个事情我来解决。兄弟，谢谢啊！你跟林夕到底怎么回事情？我现在就不敢在他面前提你就跟我发飙啊！到底怎么了？他马上就要去纽约，他一定要去纽约？你不知道他要去纽约啊？哎，你们。Catherine, I'm considering shorting a stock. Hello, I need Jupiter's phone number, please. Okay, thank you. I strongly suggest you reconsider. The market is trending upward, TF is doing very well, and there's certainly no indicator for a price cut within a month. Well, you wouldn't long shares to me if everyone wants to go short. Yes, but I must remind you, if the price goes up 50% instead of going down 15%, you'll have to buy back the shares from the market at a significant loss. Hey, Cody.
Are you here for me? I'm Jeff. 我找子夏。好久不见。好久不见。That's Catherine, my broker.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子夏，my Friend. Old friend. Lovely. 挺好。挺好。Good morning, sir. Morning. Morning. I have heard a lot about you. Oh, thank you. Let's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We have to get the accessories for the two machines. In return, I will solve the magnetic interference problem for your next generation's rock arm robots. People say that Haichao is not an ordinary person. Indeed. We have to sign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I believe that you want it to be confidential either, right? Sit down, gentlemen. 还你钱。什么呀？你给我爸不是打过2次钱吗？虽然你用的不是自己的账户，但我知道肯定是你。没准是张海潮呢，追你人那么多，那谁，Brian 有可能没有？他俩对我没那么大兴趣，更不会想打听我到底什么情况。比较关心我情况的人，应该只有你了吧？况且那会儿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人，只有你，因为你那会儿股市做得好，有钱。那是。不过股市不会一直好下去的。你想说什么呀？以前我欠你钱，欠你人情，自然不敢多说什么。现在算是还了你一半的人情吧，那我就说2句。他们说你现在在用老鼠会的方法赚钱。我的这个销售融资模式啊，在英文里叫做 multi-level marketing， 发明者因此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知不知道？那个人不是靠这个获诺贝尔奖的。又拆我拆。孟生，其实你应该很清楚，股票可不是你拿来赌明天的工具。一旦输了，真的会倾家荡产。况且你身后是什么人啊？都是那帮唐人街的土豪。你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东升，我真的挺担心你的，我很怕你有天出大事儿。担心我？啊？担心我吗？能有什么大事儿？我跟你说，这次你在这儿，运气就坐我旁边，想输都输不了。这个呢，先留着吧，啊，没准以后啊，就是嫁妆。哎，算是久别重逢了啊。哟，好像很久没看见张海潮了，他在哪儿？跟他们一起泡在实验室里。我听米安娜说他在追女朋友。追女朋友？他也会追女孩子吗 ？Why not？ 好容易发财啊。Baby。哎。最近张海潮和刘涵他们都把能兑现的股票都兑现了。No thanks。
还跟中国那边的团队对接的很频繁。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什么想法？回中国做芯片吗？顶尖厨师会上非洲大草原做米其林3星吗？对。他也真是奇怪啊，这个人不买豪车，不好女色。该张海潮可比你注重形象，但人性弱点他肯定不会少。我真的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期权是能拿到的钱，而能拿到的钱，他一定会拿。海潮，你可回来了！快快快！我们那个接收机啊，需要解开4个方程，但是现在准确率还非常低。如果能设计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法的话，准确率就会提高。但是这个我先洗澡，好不好？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复杂的算法我一个人搞不来。我洗完了再给你。李东升寄来的，说下周4晚上一起吃饭。稀奇呀，我以为他跟咱们彻底绝交了。黄林熙的散伙饭。啊？我呢向小翠打听了一下情况，你们猜怎么着？小翠知道林熙的情况？知道啊，他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熙居然在东部找到工作了，嘉德拍卖行。虽然只是一个助理吧，但是也非常厉害了。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连一个单词都说不清楚。哎呀，这一转眼都那么多年过去了，东升组织大家吃顿饭也是正常。林熙还是挺厉害的，从一个完全不靠谱的人，变成一个有一点靠谱的人。哎，你们到底去不去啊？人都要走了，肯定得去了。去。来，看，每桌都有我们的人负责散播消息。好，开板。这次赚了多少？50%。多少？50%。没勇气，扣你20。哎，这次赚了多少？100%！哎呦我的妈！数倍了，没想象力。啊？还真就干什么成。自摸金色，拿钱了。李东升，你搞什么啊？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没事，等会儿就认识了嘛，图个热闹，是不够热闹吧？李总，来了，不好意思。李总，你怎么才来呀？不是，你不能怪我，我今天是不欢惹的嘛。走，那老同学做主播，赶紧出去了。林熙，好玩呢。李总，今天你主场啊，这么大手笔。什么我主场，林熙主场，我什么时候当过主角是不是？你这舞狮都整上了，排场挺大。炎黄子孙就好这个，但过年嘛。对呀，热热闹闹多好玩啊！吃，是，吃不吃盒饭啊？啪吃，对。对呀，好吃呢，快哎，菜周先生，哎呦，我应该去接您了，是不是？来，您见识。周哥，哎，这是华美银行的行长，我周哥，这是朱先生。哎，久仰。你也不管管他，
我管什么呀？这跟我没关系，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不是你的欢送会吗？你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们林夕不知道。行，你不知道吧？我怎么会知道你认识啊？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要玩的先吃。李东升的消息不会错，待会儿张海潮肯定要过来，你就看着吧。TF 流片失败了，最近财务状况很糟糕啊。华尔街正准备做空呢，现在正是赚钱的好机会。张海潮来了，你们仨主桌啊？啊。好久不见。我可以坐这儿吗？可以啊，随意。这么热闹，婚礼也就这样了吧？周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这种聚会啊，应该多组织组织。我知道你们，我不知道你今晚就要走。好吗？下次啊。哦，对，红眼航班价格比较便宜，飞机上还可以睡一觉，挺方便的。好不好？好，来。看你这架势，下了飞机就得去报道吧？要去公司。还回来吗？会回来吧？什么时候回来啊？那谁知道？你老忽悠你，那你就不能去纽约看看我啊？我才不去东部呢，谁爱去谁去。我去的是波士顿，又不是纽约。行啦，我会回来看你的。林夕啊，这是我跟刘涵一块送给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东西？送我什么呀？什么东西啊？啊，大牌呀，这很贵的，我一直想要，都没人送我呢。哎呦，还不空手来，真讲究。你们还不学着点？我给你带上。新款。我自己来吧。不，我给你带，因为这手链自己戴不好戴。好漂亮啊！来，新型的，符合你的气质。谢谢啊，刘涵，谢谢。哎，我问你啊，今天弄这么大排场，你有什么别的目的吗？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黄林夕认识的人就咱们这一桌，你请了这么多桌，你说你没有别的目的？看你想多了吧，人多聚气，图个吉利热闹，对不对？你又来这套。林夕，衣服带够了吗？下飞机可冷，别着凉。带了，箱子里都有。你肯定没问题嘛，一口气跑42公里的主，在后边怎么追都追不上。东升，林夕当初开始跑步可不是为了你，那是为了海潮。嗨，为什么跑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最后自己很享受，对吧？一会儿谁送你啊？小翠。对，我送你。别再把人当外卖送错地方了。哎，我今最后再送你啊。我送吧。哎，你最近跑步吗？哦，最近都没有跑，有点累。哦，其实越累越应该坚持，因为跑步有时候也是一种休息。哦，好。听说 Central Park 的风景特别美，很适合跑步，好多人在那跑步。是，我也听说了。但是我前阵子跑太多了，受伤了，膝盖有点疼，所以可能要辜负 Central Park 的美了。膝盖疼啊？那可能是你跑步的姿势不对，因为跑步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要腰腹发力，要身体微微往前倾，用身体的力量带动这个膝盖和脚的步伐往前跑，
这样才不会受伤。你可能装备也不对，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吧。把膝盖伸出来。你就是这样一圈儿，一圈儿，从下面开始给它缠紧，上一圈儿，下一圈儿，这样子给它缠紧，缠紧了，我保证你马上都可以跑起来了。我知道了，我知道，就是这样一圈一圈的绕，绑紧膝盖就行。对对对，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其实跑步有很多的理论知识，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多教教你。好，那个，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了，要快点了。哦，对，你小心点。Are you alone? You too?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eat? I'm starving. There to go. Wow, it's very delicious. What's this? 叉烧酥。I have a tissue. It's not a tissue. I'd like to sign agreement to borrow another 100,000 shares for 2 months. 刘汉，这都跌了15%了，再不下跌，我不用学音乐，我得学要饭了。海潮，海潮，你的好兄弟李东升在干什么？他在连续做空我们的股票。他是想让你财富缩水，还是你的兄弟们财富缩水？还有最近有些什么新闻说你要辞职，这种乱七八糟的，我们要赶紧公开澄清一下。我确实有些事情要跟你聊一下，去你办公室吧。呀，说慢。纽约，还有上海，你为什么要去上海？你想放个长假是不是 ？That's fine。不是，上海要建立长江高科产业园，我要回去了，是时候回去了。刘涵我带走，其他人都给你留下。海潮，你还有期权在这里，再过个6年是好几千万美元的事儿。你知道我一定会走的，期权，我一定会放弃的。股票跌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也会有损失。难道是你透露消息给李东升？你们联合一起做低 TF 的股价，好入主 TF？ 我没有，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放出你要走的消息？我没有透露任何消息给任何人。李东升要做什么是他的自由。对不起，不然我知道只要我走，股价一定会跌。股价只要跌，就一定会有人做空。李东升不做，也会有别人做。这是规律。你是 CEO，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保住股价的。没有人会放弃好几千万美金。你是有别的条件是不是？
你有条件你跟我说啊。如果你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你说，作为一个企业家，就要有战略眼光。从战略上来看，我现在离开是最好的时候。第一，我现在走，对你的损失并不是很大，你完全可以挽救回来。第二，国内现在开始重视半导体了，有了代工厂，而且手机导航芯片是全新的领域，中美在同一起跑线上，我有可能还会跑得更快一些。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为国家做点事。真的对不起，不然这2年在这个地方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真的谢谢你。潘局啊，这次材料倒是搜集了不少，但我们看上的几个领军人物，说到要回国考察，都支支吾吾的。那政府的扶持跟说了？说了，但是就你们那点钱，恐怕和他们期待的收入差距太大。但是我觉着那个张海潮可以的。哎，领导，可以的，绝对可以的。我那个兄弟啊，就是靠谱，说话算话的。潘局，咱们就以张海潮为例，他手上没有套现的股票市值2600万。多少？2600万，还是美元，分6年，逐步套现。如果现在离开，1分钱没有。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还听说，他马上要和 TF 召开产品发布会，所以潘区，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真正的领军人物，恐怕未来的路会很长。你们的条件和美国当地的条件相差太大了。换位思考，如果现在谁有2600万美元的期权，谁会离开？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研发出成果给10几块钱的时代了。现在的人做不到的。我怎么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会有人把情怀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不起啊。哎，海潮。嗨。Did you quit? Are you really going back to China? Why didn't you tell me? I'll be back soon. This time it's just a tour for exploring the market. If I'm moving back to China, like for good, you'd be the first one to know it. I promise. 来了，海潮。直到海潮出现的那一刻，薛阿土溪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其实，早在50年代，那些中国集成电路的宗师们就做过这样的事情。谢希德、黄坤、黄厂、王守武，放弃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只是他们一个云淡风轻的选择，也是许许多多这个行业的后继者义无反顾的必然之路。Yes, continue the shot. I need to borrow 100,000 shares of TF. Also, I'd like to borrow 100,000 shares of Yahoo. Right now. Return bet is going up.
there's no terms blocking him. Haichao can resign at any time. Why? Well, the contract only binds his equity shares, not his personal freedom. Why? Well, yeah, as long as he's willing to give up his future shares, of course he can quit whenever he chooses to. I mean, personally, I've never seen anybody giving up stock options like this. It's pretty crazy. What's your name? Alex. Alex. I didn't ask for your personal opinion now, did I, Alex? No, sir, you didn't. No. Get out! Oh, yeah, absolutely. I'll be going. 你说，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放弃几千万的期权？他是不是要联合李东生吞掉 TF？ 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有17% TF 股份，我有5%，站在我们这边资方手上有18% 的股份。除非他能做到让剩下所有人都支持他，否则依我估算，他动用最多3000万美金。如果股价下跌80%，如果李东生手里的资金能翻倍，他手里有3000万美金，这个利用杠杆可以撬动2个亿美金的股票，足够了。前提是我们的股价会跌，但我们的股价为什么会跌去80%？因为股票一旦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离场，这是个定律，你应该理解的。他们正在舆论造势，说是我们公司出了问题，张海潮才会放弃他的巨额财富离开 TF。那你有没有人可以马上接替 CTO？ 不论多大代价，让这 CTO 出面质疑张海潮的技术跟能力？现在这种局面，只能我接任。李总，《青岛日报》和雅虎网已经把张海潮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了，投资人都震惊了。找国内记者跟随张海潮、刘涵进行实时报道。好嘞。又跌30%，怎么办？第一步，先稳住现有的股东；第二步，马上找一个俄罗斯的团队来顶替刘涵他们。另外，一定要搜集所有黎东升、张海潮内外勾结、操控股票的所有信息。一直在收集，但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张海潮任何破绽。What about Walmart？Walmart 投资部怎么说 ？Follow 我们，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他们应该觉得互联网是投资的风口。他们觉得，张海潮算得很准。现在导航仪里面用的芯片，已经是个饱和的市场，而未来的趋势，肯定是手机导航芯片。这是新的一门科技，我需要法部 Legal team now！ 欢迎张总，欢迎刘总。这可能得改一下，我们不是博士，我们退学了。对，退学了。海潮，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好，请。哎，阿炳哥啊，这个张海潮行不行啊？怎么这个场面说什么退学？什么叫行不行啊？这叫流行。啊，美国的大企业家、大老板都流行退学的。什么退学？走吧，走吧，走。应用在手机里的导航芯片是全新的领域，这点上，中国跟美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不涉及任何的专利墙问题。而且，芯片的代工没有那么复杂，我想刘鲁京的生产线就可以用，这样在上海我们就能完成芯片的设计和代工，形成产业闭环。那团队方面是怎么考虑的？其实我和海潮这些年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人。
回国创业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我们给的条件远不如你们现有的呀。你要相信我，回到家乡开疆拓土，对于一个创业的人来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流落在海外，无论多么成功，他感受是不一样的。技术上的事儿，各位不用担心。我们在 TF 做车载导航芯片的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工程师也就大概15个人吧。我们只要能说服其中哪怕3个人跟我们一起回来，那加上我们就是5个人，5个人每个再带出5个，那就是30个人，足够了。中国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手机导航芯片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能随时随地找到回家的路。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好，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协助的，及时告诉我们。哎，我随时陪着，陪你们启动融资。对，潘区，要钱要人要地方都没问题。好啊，但我还要再重申一遍啊，我们长江高科是一定要入股的。欢迎啊，潘区。但是我们可能先得考察一下那个代工厂，看看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那另外 CEO 也是由您兼任吗？这么精简的研发团队，我要是再兼任 CEO， 再做融资管理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研发了。但是你们放心 ，CEO 的人选我也在考虑呢。那就尽快告知我们。李老板。I know you're a premium client, but you leverage too much. I have to remind you again, this is dangerous. Yes, I'll take some risk control, okay? The best risk control is to take control of TF. Come on, Catherine, take it easy, relax. Sit down. Let me teach you some Chinese gem. Fine. Come on. 不好意思，前2天没接你电话，太多事儿了，没看见。二位，赶考您。谢谢。请慢用。没看见啊？你从进来坐下来，手机不离手，就看不见我电话呗？全是公事儿。我找你也是公事。那您什么公事儿？都说牛肉和米粉是绝配，你和海潮加起来，会不会是这旧金山最好的一碗干炒牛河啊？那你想多了，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黄林溪走的那顿饭上。哦，所以说他的辞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做空 TF 踩的点全对，靠什么？运气啊？所以我就说你从来不相信我。难道我还需要做内部交易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所谓那些华尔街之狼，搞地下交易，收割股民一辈子的积蓄。我的宗旨是什么？我不管你的宗旨是什么，你现在就是在走钢丝。做空无疑就是借别人的钱去赌博，赌输是大概率事件。我就问你，你输了你拿什么还？我还好吧，大不了输光了再来。张海潮比较危险，几千万的美金，股票这说不要就不要了，非要回国搞芯片事业。我想请问，从人才、设备、资本哪一点给了他这么大自信？还要面对他的宿敌 Brian， 输是必然的。哎呀，到时候把所有本都赔输了，还做不出来，肯定会想，哎呀，我还不如跟东升算了呢，后悔死了。他才不会后悔。那我也不后悔，我就喜欢赌。赌，有输有赢，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的，你也一样。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哎，这发型帅吗？我想给他剪了。 Brian, I did some investigation. There's no connection at all between Dongsheng and Haichao. There's no email connections, there's no financial connection, no phone calls. Alex, right? Yeah, Alex. If you don't find anything, I'll find a way to make sure you never get employed again. Don't worry. I got this. 你说张海潮这个人是不是冷血的？没有任何情义。我教他创业，
我让他发财，他说走就走。Why would he do that？ 周先生到了。周先生，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得理解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张海潮的地方。你当初直接把他的团队给打散了。第一，我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他因为我赚到了钱呢。现在还不是一样吗？第一，他没触犯法律；第二，因为他你也赚了钱。我们不要绕口令了，现在要的是稳定估价。 解决方案，我们这些人今年马上准备推出的。周先生 ，Brian， 不能团结 CDO， 是 CEO 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跟下一任的 CDO 有粘连性。是，谢谢。